各位父老乡亲，这么晚了，大家来到裘府门外，所为何事啊？刘德昭，你把朝廷拨下来的大批赈灾粮、赈灾银子，通通的转移到了你小舅子的庄园来了，却欺骗我们说朝廷赈灾不利。你这个欺君罔上的骗子！骗子！骗子！吵什么？都吵什么？给我闭嘴！骗子！骗子！你这简直是在造谣！若是引起民变，你吃罪得起吗？你！哼！他说我们造谣，在你小舅子的庄园里，睁着眼睛说瞎话，堆满了粮食和银子，这些全部都是我亲眼看见的。你胡说八道！哪只狗眼看见的？你亲眼看见的？他肯定不这位老者，难不成你开了天眼了？你可以隔墙视物，又难不成又在胡搅蛮缠？你这臂膀之上生了翅膀，可以飞越过这道院墙，到库中去查看？我跟你说，不要再造谣生事，否则本府即刻拿下你。刘德昭，你少吓我！就在1个时辰前，有2个蒙面大侠，带着我们2个年长的灾民，翻过院墙，去庄园里的仓库看了看，里面的粮食堆积如山呐！快看，乡亲们，你们看，真是大冷呀！这是我刚刚在庄园的仓库里随手抓的粮食。对，我这里的大米也是刘德昭小舅子庄园里找到的。为什么不给我们粮食？为什么放粮？你怎么解释？怎么解释？乡亲们，我跟你们说，这2个蒙面之人乃是江洋大盗，甚至是前明的余孽。胡说！他们想利用这次旱灾，煽动灾民闹事造反。他们才不是江洋大盗，更不是什么前明余孽，他们是替天行道的大侠。大侠！难道是你，巡抚大人刘德昭？你和你们那帮狼狈为奸的官商们，才是真正的江洋大盗！你们虽然吃着朝廷的俸禄，却上欺君下欺民，你们比那些前明余孽对大清的江山危害更大，祸国殃民。且夫，好，即使他这院中的仓库之中放着官银官粮，你怎么能说就是朝廷调拨的赈灾之粮呢？这个刘德昭，对呀，你们听着，我裘贵就是这太原府最大的粮商，我的仓库里有粮食，奇怪吗？那也是我花高价从别的地方买来的，与你们何干呀？花钱买来的。他说的是真的吗？你说你这粮食是从外地运来的，那我问你，你是从何处贩来的？是从湖北。湖北。你放屁！这根本就不是湖北大米，而是北方的大米。朝廷调拨的赈灾粮，就全是北方的大米。骗子！别吵，我还没说完呢。我家里粮食这么多，只有一部分是从湖北买的，其他的都是北方的大米。你们看这个球棍。好啊，那你是何时从北方贩回大米来的呀？就是这个月。你撒谎！北方的大米早就被朝廷征调收购了，北方的粮行根本已无多余的大米用来外销。怎么解释？你是何人？你怎么知道这赈灾之粮
他不是北方大名，你又怎么知道这北方的粮行现在已无米可销？刘大人不必管我是谁。如果你和你的小舅子真的问心无愧的话，不妨看看。对呀，顺便把你们进货的账本都交出来，让我们一一核对。对，打开仓库，打开仓库，交出账本，交出账本。官儿啊，此人身份可疑，找人把他给我盯紧了。是。打开仓库，交出账本。他们要抓你。你放心吧，以我的功夫，他们根本奈何不了我。武林高手就是任性哦。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除了粮食，我们还在庄园的一处银库里发现了几十箱白花花的银子。大家看，看，刘大人，我看你和你的小舅子如何解释？姐夫，这个事儿，怎么样？让他说，看他怎么说。你们大家说完了吗？好，说的不错，确实是这园中的仓库确实存放着部分的官银官粮，那是因为这么多年来，官府的仓库年久失修，是漏风漏雨啊。故而本府就借用了他裘府的仓库。那就请刘大人开仓赈灾，放银放粮，放银放粮。对，乡亲们，让他放粮，放粮。乡亲们，我跟大家说句实话，这些放在里边的官银官粮，并不是朝廷下拨的赈灾的银粮，这些乃是我太原府1万驻军的军粮军饷。他说这乡亲们呐，军粮军饷，岂可煽动啊？刘德昭，你凭什么说这些是军粮啊？我刘德昭乃是山西的巡抚兼兵部侍郎，这山西的军政要务都由我来监管。这些银两的性质，难道我还不知道吗？我告诉你，你休要再次胡闹，再要胡闹，那就是造反。造反！来人呐，在！将这几个带头闹事的人给我抓起来。是，这个就是在胡乱。抓住他！凭什么抓我们？你凭什么抓我们？请把人拿走，大人保护住他。不动了！主子，您不能冲动。刚才探子来报，刘德昭调了一队地方兵来保护他自己的庄园，我怕他狗急跳墙，对主子您不利啊。乡亲们呐，乡亲们呐，听我说啊，本父我心疼你们大家伙儿啊！别听他胡说！我刘德昭说句掏心掏肺的话呀，这园中囤的都是军粮军饷啊，谁敢强拿，那是要犯杀头之罪的，杀头之罪呀！方才逃走的那几个人，他们乃是前明的余孽，他们是想利用这次旱灾，想借此让大家闹事，那是忤逆不当，那是要造反。本府只追究这几个带头之人的罪责，其余之人如果在片刻之间离开此处，本官既往不咎。如果说还不离开的话，那本府就把他视同前明余孽，格杀无论。
走吧。哎呦，姐夫，今儿亏的是你来了，你要不来，我太闲了我。不是你说你这小子，你说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呢？啊，孟护卫说了多少回了，你这庄园之内的机关只能对付一般的盗匪，对些高手那是形同虚设呀。不听啊，现在知道厉害了吧？行，我呀立马加派人手，然后找孟护卫重新布置。哎，今儿个孟护卫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我派祥和去舒府打探消息了。如果这个舒婉心要为难咱们，让这个钦差大臣给咱们出难题的话，到那个时候，就应该送他下去陪他爹。我发现我跟你小子都学坏了。哎，姐夫，我哪儿成啊？臣听灾民说，他们本来也有一些在外地做粮食生意的亲朋故友，想要运一些大米进山西，平价出售，以帮着缓解灾情。不料，几处运粮的主要通道，包括水路漕运和官道，都被刘德昭借口剿匪给封锁了。凡是运粮进山西的，都要征收高额的税费和通行费。听说这个刘德昭的小舅子裘贵，不仅是本地最大的粮商，还是山西商会的会长。我觉得一定是他们把持了整个粮食市场，不让外地粮食进入，好大发国难财。不杀这个刘德昭，天理不容！主子息怒。主子，您暂且息怒啊。奴才看着刘德昭的行事风格，那是先软后硬，能骗就骗，骗不了，他可就打算霸王硬上弓了。刘德昭现在掌握着山西1万地方兵的军权。我怕他知道了一切丑行全部落在主子的眼里边，他会狗急跳墙，到时候对主子不利啊。那你的意思是什么？我只能等到回宫之后才办的，我忍得了。灾民怎么当？当然不能忍了，再等1天，不知道饿死多少人呢。我看要不这样吧，咱们干脆把他们私吞的赈灾粮款全都结出来，发给老百姓。你要打劫官银官粮？世叔姑娘，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呀！是啊，这明显听着世叔姑娘就是在开玩笑啊。且不说这打劫官仓，那是诛灭9族的大罪，就凭我们这些人手，那叫虎口夺食，那不是去送死吗？哎呀，咱们这么点人，怎么就不能虎口夺食了？这以前啊，我跟我哥哥，我们2个经常什么？经常打劫官银官粮？没有，我吹牛的，吹牛而已。你真的只是吹牛而已，没有做过那些违法乱纪的勾当。我也不能骗你，但是我们2个是看那种贪赃枉法的贪官，偶尔会想教训他们，所以顺便开点油，顺点东西。哎，但都是小打小闹，无伤大雅，无伤大雅。主子，您千万别听易欢瞎说。我们之前行走江湖时，难免做过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小勾当，但都是迫不得已。我们从来就没有做过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农小弟，你干嘛一直这样看着我呀？你这样看得我心里都发毛了。教训得好，我要是你哥哥，要是有你哥哥这么高的本事，遇到了刘德昭这种狗官，我也不会放过他。啊，你吓死我了！不过龙小弟，这事儿你真要追究责任，还不是因为你没管好你底下的官，让他们喝老百姓的血，吃老百姓的肉，逼得老百姓不得不铤而走险。欢妹，就算这不是在宫里，当着主子的面，说话也不能口无遮拦。叶欢说的对，官逼民反，都是朝廷的罪过。是我的罪过。左图，在。离山西最近的8旗亲军在哪儿？
主子的意思是，我可以忍，但救灾之事不能等。我要尽快办了刘德昭，赈济灾民。主子，在咱们出京之时，太皇太后曾经悄悄地吩咐过奴才，说若路途当中遇到什么意外，可以去山西和直隶交界处，去掉御八赞统领的一队清军。这队清军驻有3万人，而且装备精良，兵士也全是咱们八旗子弟。好，那你带上我的金牌，带上几个侍卫，天一亮就出发。我留在这儿，继续和刘德昭周旋。待御八赞亲军一到，我就把刘德昭就地正法。可是，皇上，怎么了？奴才此去调兵，最快也得10日。出门的时候，太皇太后一再交代，让奴才寸步不离地保护主子。若你不亲自去，就算有我的令牌，也难以调动御八赞的亲军。哎呀，可是皇上，奴才这一走，您身边就只剩下几个侍卫了。万一和刘德昭冲突起来，我怕他们保护不了您的周全呢。怕什么呀？不是还有我跟我哥哥吗？我跟我哥哥可以保护。主子的安危大事，其实我们能担当得起的，还是听索大人安排吧。索图也得听我的安排，就按我说的做。你去调兵，我身边还有奕欢和李太医呢。那就有劳奕欢姑娘还有李太医了。放心吧，奴才明日就出发。索图啊，你是要吓死朕？皇上恕罪啊！因为奴才是天一亮就要赶着去搬救兵，白天有些紧要话当着师叔姑娘他们不方便说，所以只好赶在这个时候来悄悄地跟您汇报。朕知道，你是不放心奕欢他们兄妹2人。皇上，鳌拜曾几次提醒奴才，说要让奴才多留心着世叔姑娘和李太医。他说他们来历不明，恐怕是居心叵测。朕明白，鳌拜也提醒过朕，但你不是也说过吗？这不过是鳌拜在挑拨离间。是。可是不怕1万，就怕万一啊，皇上。这世叔姑娘和李太医的来历的确是个谜，万一他们真的是另有企图呢？我们不得不防啊。他们2人都是来自江湖中人，他们的师傅也都是隐居山野的世外高人，所以他们不愿透露师门也是情有可原。再说了，这一路上他们对朕是忠心耿耿，并无半点差池。他们要是想行刺朕的话，在鳌拜杀朕的时候大可以下手，为什么还要拼了命的保护朕的性命？要是这样，朕还防着他们，未免也太寒了他们的心。皇上说的有道理。可是这小心驶得万年船，如果现在是在宫里，那奴才的担心是多余的。可现在毕竟是在宫外，我们不得不防啊。皇上，您别忘了，他们俩来历不明啊。朕知道，你担心他们是反清复明联盟的奸细。说实话，朕也有那么一点点担心。但是朕想过了，他们兄妹俩如果真的是奸细，这一路上已经有太多行刺朕的机会。可为什么他们都放弃？这说明他们有比杀朕更大的图谋。更何况，朕看得出来，他们兄妹俩本性纯良，他们现在一定希望的是朕尽快解救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灾民们。在此之前，朕是不会有任何性命之忧的。索图，你就尽管放心去吧。原来主子心里早就有数了，那奴才就放心了。奴才一定快马加鞭，速去速回。奴才告退了。奕欢，朕相信一定不会伤害朕，希望你不要让朕失望。你们真的没有骗我，你们真的不会危害到皇上。叔父放心，
如果我们真的要有什么行动的话，一定会提前通知叔父，给叔父留好退路，绝对不会连累叔父无辜宿命的。你们可千万不要胡来！我告诉你们，皇上对你们未尝没有防范之心，只是他胸怀博大，少年老成，又极为沉得住气，所以才不动声色。你们要真是有什么不好的念头，趁早给我打消了。叔父不是说永远不认我们这些亲人了吗？怎么又将如此隐秘之事告诉我了呢？我真的是不想认你们，因为我不想为了你们把我这条老命搭上。可是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我只剩下你们这几个亲人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送命啊！叔父这份心意，侄儿心领了。如果我爹知道了，他一定会很开心的。哎，你可千万别告诉他，你不要让他误以为我回心转意就有机可乘了，越发来缠着我。我不想让你们送死，这是我能为你们做的最大限度了。你们可不能得寸进尺啊！啊！大人，孟护卫受的内伤不轻，需要好生调养啊。那你就下去开方煎药吧。啊，是。大人，祥和呀，你跟了我这么久，第一次受这么重的伤啊。钦差大人带的那些侍卫，都是大内高手，卑职愧对大人，未能完成任务。看来他们是早有准备了。哎，龙三他们看清楚了你的脸没有？没有。卑职一看情形不对，只求全身而退，不敢恋战。也好，咱们就另找机会吧。祥和呀，还有1个月，你这10年之期马上就要满了。期满之后，可还愿意追随本府啊？多谢大人抬爱。卑职本就是个江湖浪子，待期满之后，卑职还是想隐姓埋名，浪迹江湖，过起逍遥散淡的日子。也罢，人各有志，我也就不强求你了。啊，本来你有伤在身，应该早些回房中歇息。可是你舅老爷的庄园的机关被贼人给破了，所以还要烦劳你赶紧赶到你舅老爷的庄园，把那些机关修补好，以免那帮贼人再次潜入。哦，卑职的伤不碍事，那卑职现在就去舅老爷庄园，把机关重新布置一下。哎，等等，不急这一会儿，喝了药再去。多谢大人关心，那卑职先告退。走吧。老爷，我看这孟护卫倒真是奇怪。平日里啊，你给他那些赏赐，他虽说没拒绝，但也从来没露过什么喜悦之色。你说给他几个丫鬟伺候着，他也说不要。虽然他平日里对大人忠心耿耿，可不知怎么的，总觉得这个人养不熟呢。一个不贪财、不好色的男人，是最难以驾驭的。他能够跟我10年，也是为了信守他父母的承诺。看来这10年期满后，我是真的留不住他了。若真留不住，倒也罢了。我就怕他反过来，对老爷不利。哟，孟护卫，今天怎么有空来庄园了？我奉大人之命前来调整这园内所有机关，还需上楼查看一下园中地形。请。咱们先把板凳好。行，这就差不多了。这边呢？马上就好。我来试试。哎，行了，别给我们添乱了。我来。
哎呀，行了吧你？你这样揉，灾民到晚上都吃不着。哪有你这样揉面的？那是这样揉，这样揉的，不是这样揉。看着我弄啊！这个馒头的大小啊，你得弄得均匀一些，要不然到时候灾民饿急了眼，就会睁大显小，知道吗？来，你要不要试试？得了。慢点了。大家来排队了，吃粥拿馒头啦！每人一个馒头，1碗粥。别急啊。来这边拿馒头。排队啦！来，你拿啊，拿好，拿着小心烫，小心点啊。拿着。每个人都有份啊，不要急。来，拿好。给。来。给你。来，拿好，拿馒头。拿好了啊。老太太，老太太，怎么样？人已经没了。大嫂，快喝点粥。大嫂，这孩子怎么一直哭啊？是不是饿了？你快喂他喝点奶吧。哪里还有奶？我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不哭了，你爹跟哥哥姐姐们都已经饿死了，要不了多久，说不定我们一家子就可以团聚了。大嫂，来，把孩子给我，我帮你哄。你先吃点东西吧。来，给我。好。哎呦，哦，乖，不哭了啊。谢谢小哥了。大嫂，粥太烫了，先吃个馒头吧。乖啊，别哭了。
看了，上面有人。交钱吧。拿下！龙珠？什么是龙珠？就是皇上的眼泪，就是您的眼泪啊！说实话，朕自小长大，除了8岁的时候，父母双亲轰逝以外，还从来没有掉过眼泪。让管家找个奶娘，好好把她养着，好好把她抚养成人。所需用途，我会派人一一送过来。钦差大人真是心善。这孩子虽然父母双亡，很是不幸，但能遇到钦差大人也是他的福分。奴婢一定好好照料这个孩子。这索大人还得有10日才能把兵给调回来，每迟上1日，不知道饿死多少人，酿成多少人间悲剧了。据我打探的消息，现在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灾民涌进太原城，每天都要饿死好几10个。官府来不及掩埋尸体，只能把尸体集中到城外，一把火烧了。龙小弟，我们真的还要再等上10日吗？这10日不知道饿死多少人了。要不然这样吧，我们干脆1不做2不休，我们去把那些私吞的官银官粮全都劫出来，发给老百姓。欢妹，大清律例，抢劫官银官粮可是死罪，诛九族的。师叔姑娘，就算是在宫外，但这种混话也是不能随便说的。哦，主子，欢妹从小就冲动任性，说话不知轻重，请主子恕罪。今儿个我也冲动任性一回，去把刘德昭他们私吞的官银官粮劫出来。当真？你这个皇上带头抢劫官府啊？对，但是我们要想一个万全的计策，不劫则已，一劫必中。你放心吧，这事儿我大哥最在行，我大哥一劫绝对成功。欢妹，其实一欢不说我也知道，你们两兄妹以前闯江湖的时候，必定做过很多违法乱纪之事。你都跟主子瞎说什么了？我没说，他自己瞎猜的。李太医，你不必急着否认，也不必埋怨一欢。对于你们过往所犯之事，我今日就金口玉言，赦了你们。多谢主子恩典。微臣以前闯荡江湖之时，的确做过一些不法的勾当，但如今是全心全意跟着主子，没有主子的吩咐，绝不敢任意妄为。从现在开始，你的心中不必再有包袱，只管好好的给我谋划谋划，怎么样顺利的劫出银两，救助百姓。臣遵旨。建清，你今日怎么如此糊涂啊？你居然敢答应帮着皇上打劫官府，你这就等于是默认了你们过去是打劫官府的盗贼，知道吗？一欢就是这样，总是说漏嘴，一点分寸都没有。不过这样也好，这么一来，康熙只会把我们当作是一般行侠仗义的江湖盗匪，反而不会疑心别的。那你们也不该真的去打劫官府啊，万一出了什么意外怎么办？康熙都这么说了，我能不做吗？我自会把一切安排妥当。如果真的出了什么意外的话，大不了放弃行动。劫不到粮食跟银子，我跟欢妹自有办法脱身，叔父不必担心。你们呐，毕竟还是太年轻，不了解皇上的心思。此时纵然成功解了皇上的燃眉之急，他或许此时赏识你，可是等他冷静下来，他又会觉得你目无法纪，不易控制，到时候又会对你们生出排斥防范之心。多谢叔父提醒。叔父说的这些，侄儿心里何尝不明白。但是
这次行动若能顺利完成，就能解救诸多灾民。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可是如此一来，你跟易欢的处境就十分危险，我也危险呐。叔父，你如今有钱有势，吃腻了山珍海味，所以你不再关心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灾民。可你难道忘了吗？当年跟我爹在死尸堆里找食物的惨状。你当年但凡有3寸宽的活路，又何至于进宫当太监？这次行动，如果真的能解救这些灾民，我们能避免多少这样的悲剧发生，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不是吗？哎，龙小弟，我刚刚给你2颗变身丸，还没有给我钱呢。我现在哪有钱给你啊？行吧，那我就先记在账上。看在你是我兄弟的份上，利息看着给吧。趁火打劫，你比裘贵的奸商还要奸。欢妹，别闹了。你到了山西商会了，裘贵见过我们，千万别让他识破我们的身份。你们先进去，我在外面守着。知道了，爷爷你慢点走啊，别摔着啊。走吧，孙儿。走吧。粮食分给灾民。我已经查探明白了，裘贵和整个山西粮商手里，大约囤着20多万担粮食。朝廷调拨的30万担赈灾粮，真正分到灾民手里的，不到1/3，剩下的2/3都被他们官商勾结，给私吞了。所以这20多万担粮食也得等索大人调兵回来，把刘德昭抓住以后再发给灾民。目前我们就先结一部分发给灾民，让他们支撑到索大人回来以后就行了。眼下城中有1万灾民，离索额图调兵回来之日还有10日左右。若每日每人按1升粮食算的话，10日便是1斗，1万灾民就是1万斗，折合下来便是1000担粮。1000担相当于12万5千斤。我跟易欢再加上随行的侍卫，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么多的粮食从裘贵的庄园里偷运出来，所以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论到这种勾当，你们兄妹俩肯定比我这个当皇帝的有经验多了。龙小弟，你这句话里有骨头，话里有话啊。咱们先说好了，之前的事呢，你要既往不咎。这次的事是我们奉旨行事，你不许秋后算账。我自然是开玩笑的，我金口玉言说过的话岂会反悔？什么办法？快说吧。既然不能偷，也没有办法从外地运过来，那么就只剩下一个法子：买。嗨，老板，你有这份善心，那是大喜事啊！裘某和兄弟们也都敬佩得很，对吧？是啊。只是，您祖孙2位可知现在山西粮价的行情吗？
每斗米2000钱，1担米呢20两银子，所以这1000担米就是2万两银子。我说对了吗？如今太原的粮价被哄抬到了每斗2000钱，折合成银子就是2两，10斗为1担，那么每1担粮食就需要银子20两，1000担粮食就需要银子2万两。哎，我们从宫里带出来的还有多少银子？刚开始的时候是挺多的，不过一路上被你东送一下西捐一下的，现在也剩的不多了。那我的那些随身之物呢？全都当了，总能值2万两吧？我的龙小弟，我们是微服私访，怕露出破绽，一切贵重的东西都没怎么带。只有我跟丽嫔娘娘带了一些贵重的金银首饰，但是刨除一眼就能看出是宫里的金银首饰以外，其他的能典当的也只有2000两。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还差18000两啊？18000两哪够啊？灾民们不能吃生米吧？柴米油盐可都需要钱，就算一个人发1两的话，那还少1万两左右。那也就是说，我们还差28000两啊？对，28000两。朝廷调拨的50万两赈灾银，真正分到灾民手里的不足20万两，剩下的都被刘德昭和地方官员给私吞了。光刘德昭一个人就侵吞了10万两，其中有5万两在裘贵的庄园里面。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我们只劫银，不劫粮，然后用劫下来的银子去买粮食，对吧？艾老板，裘某还要问一句：你真愿意花2万两银子给那些灾民吗？没错，只要能治好我爷爷的病，再多的钱我都愿意出。好，艾老板，真是财大气粗啊！不过如今是非常时期，咱们商会做买卖有个规矩，只收现银，您看呢？孙儿啊，这裘老板是不相信咱们艾家的实力，把咱们带的现银拿上来给他瞧瞧。是爷爷，请各位稍等一下。抬进来吧。这里是2000锭银，明天早上在这个地方，一手交钱一手交粮，如何呀？好，艾老板，性情中人，快人快语啊！那咱们可就一言为定了，击掌为凭。这艾老板的为人真是爽快啊！是啊，来人，送艾老板。就喜欢跟这样的人做生意啊！对，没错。哎呀，龙小弟，你知道吗？为了凑够那2000两定金，我跟丽嫔娘娘把自己所有值钱的金银首饰全都给当了，还有我的一个金镯子呢。放心吧，等锁头回来以后，你当的那些首饰全部完璧归赵，少了一件，你唯我是问。光完璧归赵可不行，我得加上利息呢。行，反正我这个竹杠最好敲。当然了，你就是个大竹杠，棒棒棒！欢妹，别闹了，让主子先回房间休息吧。咱们还得去和侍卫兄弟们商量一下今晚的行动计划。昨晚已经打草惊蛇了，裘贵一定加强了对庄园的守卫，我们需要做好万全之策。不用了，我不累。我跟你们一起好好谋划谋划。今天晚上啊，这个行动我一起参与。陆小弟，你之前不是开玩笑啊？你真的要跟我们一起大接官府啊？你可是皇上。我看起来很像开玩笑的样子吗？皇上，这样太危险了。危险？我自幼父母双亡，8岁登基，哪一天不是在危险之中度过的？
就像上次擒拿鳌拜一样，那不也是在冒险吗？其实我跟你们一样，也渴望冒险，渴望刺激，只不过身在禁宫不得自由罢了。再说了，这一回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当侠盗的机会，我可不能就这么错过。这是裘贵庄园的前门，这是后门，中间的花园还有一道暗门，这是粮仓，这里是银库。罗小弟，喏，给你准备的夜行衣，换上吧。好啊，我终于也有机会当一回侠盗了。李德福，给我更衣。主子，万万使不得呀！以您的身份，怎么能跟着他们去打劫官府呢？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奴才万死难赎其罪啊！你啰嗦什么呀？我5岁就开始习武了，一直都英雄无用武之地。今天晚上我正好试试我的本事。公公放心吧，有我兄妹在，一定会保证主子的安全。如果真的出了什么意外的话，大不了我们放弃此次行动，绝对不会置主子于险境的。李太医，你这话说得轻松，那裘贵庄园内机关重重，你凭什么保证主子万无一失？再说了，要是给太皇太后知道了，你们居然怂恿皇上打劫官府，而我又未能劝阻，那咱们所有人都要人头落地。行，我不去了，你先起来吧。谢主子体恤。得罪了李公公。你这个老东西，老在我耳边聒噪，我又不是小孩了，真烦人。李公公，暂且在这里好好休息吧，我们速去速回。哇，罗小弟，你穿上这身衣服太逗了，比你平时穿龙袍有意思多了。你看看，是吧？我也觉得挺新鲜的。哎呀，得亏索大人不在，要是他在的话，非得被吓得屁滚尿流的，肯定不让咱们去冒险。哎，那个金蚕背心穿了吗？没有。你为什么不穿啊？你要是不穿的话，我不带你去啊。我骗你的，老大吩咐小弟的话，小弟怎么能不听呢？不信你摸摸。真的穿了？别摸那儿痒。还真穿了，好吧，那我们带你去。你知道吗？这次你亲自出马，可是我们比平时紧张的10倍还不止呢。我也是从小练武到大的，虽然武功呢没有你哥哥好，但跟你比起来差不多。吹牛！主子，臣得再提醒一遍，这抢劫官营可不是儿戏，臣会尽量保护主子的安全。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主子切不可恋战，必须在臣的掩护之下尽快撤离。你放心吧，我虽然喜欢冒险，但也不想当一个被当盗贼拿住，再被砍掉脑袋的窝囊废皇帝。哼，这样吧，到了那儿全听你的吩咐。好，为确保万无一失，还请主子把裘贵庄园的机关设计图和地形图再熟悉一点。好，出发吧。这个龙小弟平时挺老成的，今天这么任性，难道是受了我的影响？我事先鼓动了大批灾民到府衙和城中各大户门前闹事。刘德昭调集了大批的兵力，正在忙着驱赶灾民。这边的守卫就只剩下裘贵自己培训的家丁了。哦，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做得好。等一会儿，巡逻外墙的守卫换岗，会有很短的一个时机。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冲掉那边的转角。那里是一个视线盲区。好。该你们去了，该你们了，来，你们去吧，来，前点，来吧，辛苦了，辛苦了，快，冲过去。龙小弟，紧张吗？紧张，当然好刺激啊！
江洋大盗还挺好玩。带上。主子，千万别孩子气，这可是杀头的勾当啊！每年有多少盗匪，要么当场死于非命，要么被官府抓住处以极刑。只有极少数运气好的，能够一再得手。但是久走夜路，哪能不湿血？最终都是难逃一死。呸！你怎么老说这种不避讳的话呀？死的，我们才刚开工。第一组10位兄弟已经得手了，藏在墙头高处的暗哨已经被解决了，我们可以翻墙进入庄园了。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探探。老大，你们刚刚不用把我架上来的，我平时也练过轻功，我自己可以的。你以为你是真龙啊？你还可以自己飞，得了吧你！记住我平时教你那些轻功的方法啊，下次没准能用得上，知道吗？知道了，老大最厉害。当然了，要不然怎么我是你老大呢？我怎么觉得浑身有点痒啊？哎，是不是有人啊？主子别担心，他们是咱们从宫里带出来的侍卫，这2个是第2组。主子，我先带他们去解决守在银库门口的几条狗。欢梅，你带着主子来银库来跟我会合。路径图都记清楚了吗？当然了。这庄园的路径其实是一个迷魂阵，千万不要走错了。看不起我啊？不可大意，你自己走差了不要紧，以你的轻功自然能够脱身，可是主子就危险了。我是老大，我肯定能保护好我的龙小弟的啊！你们小心一点，我先走了。从现在开始，紧紧跟着我的步伐，一步都不能落，知道吗？知道了，老大。走。来，怎么了？不知道该怎么走了？应该是这边，走。那到底往左还是往右？好像是往左吧？你确定？往右，往右。有点迷糊。那好吧，我不懂这个机关阵，还是往左吧。我听你这个老大的吧。这停！咱们是不是又回到原地了？好像是。老大，你不会学艺不精吗？把这迷魂阵你都给认错了。我只是稍微失误了一下嘛。这回肯定没错，往右转。不是老大，你确定不是往中间吗？我是老大还是你是老大呀？你宫里老师教过你阵法吗？不是，我是没学过阵法，可是你哥哥刚才给的地形图我是看过的。我记得走到这个位置以后啊，似乎是往中间走。你看似乎，这说明你也不确定。不是，我是记得该往中间走，但是你又说是往这边，我就不确定了。不确定是吧？我是老大，听我的，走。那。我确定，我们又回到原处了。我也确定这就是原处。不是，老大，我现在总算知道你为什么总不说你的师承来历了。感情是你的师傅们从来不让你在外头打他们的名号吧？你怎么知道的？不过我师傅说了，说我天资聪慧，一点就通。我只不过差那么一点点的认真和努力。你哪是差那么一点点的认真和努力啊？我跟你说，你师傅没被你气死，也算是上天垂怜了。不许取笑我，朱哥哥老取笑我，你不许取笑我，我是你老大，知道吗？好，小弟不敢取笑老大。老大，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你刚才不说往中间走吗？啊，那就听你的呗，中间走走看呗。那走吧。你走。哎，你们谁呀？可以啊，反应够快的啊！其实挺害怕的，看得出来了。胆小鬼！鬼啊！这鬼！老大，你胆子好大呀！
我就是怕鬼，其他我什么都不怕。是吗？是啊。喂，你们俩在干嘛？偷懒是吧？快来人！猪哥哥，还好你来救我们了。我看你们迟迟不来，我就知道你一定又犯糊涂了。前面挡路狗已经被我解决了，离他们换班还有半个时辰，抓紧时间。小心点。我来。全都搞定了。你呀，以前上课老是偷懒，现在知道自己学艺不精了。哇，这么多银子啊！哇！我没事，幸亏你反应快，不然我现在只怕猪哥哥，对不起，刚刚都是我大意了。主子，你没事吧？啊，我没事，没事，没事就好。你先通知外面的侍卫兄弟进来搬银子，我再检查一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机关。注意安全。猪哥哥，对不起啊，我刚才真的不是故意的，你别再生气了。你以为我生你的气，是你不小心触动机关吗？没想到，在最危险的时候，你最先救的，竟然是他。你是因为这件事情生气啊？那你也太小心眼了吧！你看他武功不行，所以我肯定要先救他嘛，我得保护他嘛。你从小在我心里就是最强的，你也肯定能保护好自己啊。但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同时遇到危险了，我第一个救的肯定是你，再救我自己。你呀，来，快点，快点，快点，能装多少是多少，快！多多益善，多多益善啊！痛快，真是太痛快了！今天晚上的经历真是太刺激了，我必将终身难忘。哎呀，可惜不能让史官把今夜的经历全都记入史册，更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了。要是让他知道了，肯定有说把你带坏了。那可不就是你这个老大带坏我这个小弟的？嘿，你现在是赖上我了是不是？那好，不赖你，不赖你啊！老大辛苦了，等回宫了以后呢，我就重重的赏你。赏我呀？赏我什么？你说个数。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也不能狮子大开口。500两，300两，200两成交。你越来越小气了，你不会赖账吧？我发誓，绝不赖账。我以我本人做担保。我要是赖账的话，到时候我就把我这个人赏给你。哎，算了吧，你一次用膳就要吃上上百道菜，我可养不起你。如果你要赖账的话，我自认倒霉呗。
李太医，今天晚上真是辛苦你了。我真是没想到，身边还有你这样一个全才，不仅医术好，武功好，还懂得机关阵法，懂谋略。让你做一个太医啊，实在是太委屈了。等活了功以后，我一定好好提拔你。主子，其实今夜此次行动能如此顺利，并非臣有多厉害，而是臣的运气好。事先得到了裘贵庄园的机关地形图和卫队巡逻表。你能得到如此机密的东西，是裘贵身边有人给你做内应？是。看来真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啊！我一定要做一个有道的天子，不能做一个无道的昏君。农小弟，我相信你。李公公得罪了。主子，你终于平安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奴才也要吓死了。李德福，这件事情你得替我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尤其是太皇太后，要不然我就砍了你的脑袋。只要主子能平安回来，这件事情奴才就当不知道。